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呢个是关于欢收看3月20号礼拜5的中嘉电新闻。受到世界各国因为疫情紧张开始抢货影响，国内嘛出现民众大批抢物资先囤起来扛，其中泡面就相当的抢手。对此，市长黄伟哲除了强调会员充足，请大家放心，嘛趁势来推销一台南在地好食的大面，呼吁若真正要抢，就要抢健康营养的台南面。来古德顶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推荐的有小英总统爱食的芝麻面、有莲角面、莲藕面甲竹炭面，这拢是由各区农会结合当地农产的台南面。会中简单水煮几分钟，搁淋上酱料调味，就做好食。市长表示，这拢是坚持好品质的在地农产，特别伫现在有人为了防疫抢买泡面。市长趁这个势，嘛欢迎拢来抢有良心、有温度的台南面，减少食泡面造成身体负担。台南市我这样算至少17种面条，包括菱角都入面，芒果都入面，火龙果也入面，好，然后莲藕也入面，好，芝麻当然不用提了，酪梨子也入面，很多，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刚好可以呼应在地经济，也可以让一般农民能够得到好处。更重要的是，那个面都不是那种含防腐剂的面啊，根本上都是天然的，那又跟农产品结合，又可以这个让满足民众喜欢抢物资的这个心理吧，哈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要抢要吃，每天吃泡面它多累啊，不如吃一些台南的好面。市长黄伟哲强调，其实各种的民生物资拢有够尽量，无需要囤，请民众放心。若真正要买，就请大家选买淡市各农会特色面条，嘛帮助农民度过经济寒冬。特别伫疫情危机，伫厝内健康食，做伙牵手度过难关。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健康自主管理是现在防疫的第一重要。为了学生随时会当注意家己体温的状况，台湾林美燕联合爱心团体共同捐赠一批夜温的检测卡，尚有正式举办捐赠仪式。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表达感谢。为提醒学生随时注意家己的体温，做好健康管理，台湾林美燕、南市妇女联合会以及空间自身爱心会共同合作。捐赠15000张的夜温检测卡片，来予南区甲安平区的各中小学生，希望教育学生简单的10秒钟，就当自我保护。一旦出现37度以上，就要提高警觉。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这2个单位都觉得说，我们也从此要教育小朋友，从小如何自己要做好自我管理，同时也同并就是防疫动作，所以他们去做了一个。耳温卡的检测卡，耳温的检测卡，它是每一个协同哦，在南区、安平区的学校里面，每个协同就每个人给他一张，他只要把这一张这个耳温就直接放在额头上面，它上面会展示36、37、38，36是 OK 的哦，它上面数字如果是36的话是 OK 的。为了感谢爱心团体对防疫工作用心甲付出，市长黄伟哲嘛专工出席捐赠记者会，同时颁奖感谢状。认为这款会当随时早伫身躯顶检测体温的卡片，确实相当方便，对学生的健康安全买当加一定的保障。我们量额温的动作不能不做，但是做起来又是蛮耗时耗力的，所以说。很谢谢我们台南妇女联合会，台南市妇女联合会，还有康环君慈善基金会一起共同携手，能够让我们安平区跟南区将近1万多位的学童，他的健康有的第一线的保障。那什么第一线的保障？就是额温卡。这个额温卡自己在这上面贴，在额头贴在10秒钟，就可以知道额温。如果说有超标，譬如说它显示说超标了，那就赶快再去旁边量一下，用
额温计再量一下，好如果是真的是超标了，好那就赶快可以去保健室，好或者是请家长好休息一下带回去，好这样子可以做一个把关。校园的防疫工作需要真侪人力甲物力的资源，这回有爱心团体上出关键额温检测卡片，就希望让防疫工作更加完善。等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学校持续伫防疫来努力。其中，台南的科技公司嘛特别运用无人无人机来协助7个的3个公司伫空中喷药快速来进行校园大规模的消毒。看到无人飞行机飞到空中，并毋是要来做摄影，其实是要来协助校园进行消毒的作业。这是因为台南在地科技公司看到现在疫情持续来扩大，为了帮助偏乡地区的学校，特别来到3个国小。也因为游乐设施甲操场如果使用人工来消毒，除了非常开时间以外，也非常无方便。运用无人飞行机会使减少消毒的时间，同时也会使做上完整的消毒。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因为看到最近因为疫情，其实在校园里面它有慢慢的逐渐升温，那逐渐有各个案例开始出现。那我们想说，那偏乡的国小这些，那他们的资源是在哪里？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我们是从南科扶植的无人机团队出来，那我们就免费来帮他们做一些试喷，就是室外这种比较大型的消毒活动，对于教师来说，其实工作量是一个负担。像室内其实简单的擦拭来说，就是都不会太大的问题。那其实室外像这种大型的操场啊，或者是游乐设施，那对于我们一般人员去操作或者是去消毒擦拭，死角也比较多。那擦拭的难度也比较高一点，对工作量会稍微高一点这样子。那在这一次的范围，像是操场的范围，其实它对于农地来说是相当相似的。那相似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子去进行作业。其实减低的时间大概是整体作业时间是50%到80%的时间。那像这个操场啊，因为我们现在飞得比较慢一点。那如果我们用正常的浓度去飞，那正常作业时间，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操场在10分钟以内，我们机子就可以作业完成。那一般人力在喷洒的话，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校方也非常感谢业者的帮忙，特别送上感谢状，因为这间的消毒也让校方会使减轻工作的压力。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那个左翼科技公司来提供这样无人机的一个防疫消毒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小校里面缺的就是人那用无人机再来协助这个防疫的部分尤其是大面积我们人力在吃紧的状况之下对于我们人力的一个帮助是很大的。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游戏场因为游戏场有些地方死角多，而且是高度比较高的，那我们人有些部分是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消毒的这个效果所以说透过无人机从上面去做喷洒觉得这个对我们的防疫的消毒的工作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面对疫情的影响，校园防疫也成为重要的关键。透过这届业者的合作，也为保护学生的健康做出上大的帮忙。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视频是全世界难题，所以有研发团队透过物理科技制作出一台会当深度困眠的产品，希望改善困眠的障碍。而特别对老大人来讲，一旦暗时歹困，你是情绪甲活动力会持续差，所以爱心企业特别关乎长期照顾中心的长辈来使用，希望一暝到天光。这款产品就是由科学家、机电博士以及现代育成中心赵立新教授的团队所共同研发的睡眠铺板，而且得过台湾精品奖、甲日本东京天才发明奖的金牌等侪奖项。当然，伊上界主要就是帮助现代人的困眠障碍。这摆企业大手笔捐赠36组，互林春晖社会福利基金会所附设的长期照顾中心。除了肯定因的绩效，嘛希望解决时大人浅眠、搞迷茫、日时刷定拄久的问题，互中心的长辈拢感觉做大心，希望赶紧体验看卖。这暗时这袂困足麻烦嘞。所以啦，到了眠的时阵，尽量讲个把这放较快，一直会困，
总是有当时也困袂去，困袂。这个机械对恁嘛是希望有帮助啦吼。嘿，对啊对啊，昨昏有听到啊，我讲安尼足好诶，对阮遮长辈，毋领长辈有少年可能也是会失眠诶状况吼，听伊咧讲足好诶。真好啊吼，安好啊，这无嘛若袂困诶足好诶啊，对无？一定好诶，这物件新发明诶，敢毋是？对。我都捌看过咧。伊即个普曼，你拍电的时，伊差不多用时啊到天光早8点钟尔嘛吼，所以用电落去了后，伊就真发出迄个微波，迄个微波会帮助你的脑波，咱的脑波老人。甲老人的身，咱的脑波拢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真变化真济。所以有当时啊，困一下，连伊个精神，困一下连伊精神，拢困袂好势。所以这脑波会互伊较稳定，会较自然。所以我感觉即个伊上完即个吼，这是宝贝。互这老大人，我嘛才做一个实验啦吼。这个实验会当互这老大人，而且有较得到好的安眠，对呢身躯。对你精神拢会得到真大帮助。对此，基金会执行长嘛强调，该产品会互中心较歹困的长辈，伫3个月试验以后，记录因相关的困眠状况，同时评估日时的活动力、学习能力，有同步改善。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文化局所规划台南市杰出艺术家巡回展，今日邀请3位出身红霞厝的艺术家，包括陈景峰、林志成、甲林英德，共同来办展览。3位艺术家除了同款出身归林，嘛拢是同一个年代人。3位第一摆做伙办联展，透过镜头来看因精彩作品。台南市出众艺术家巡回展是由着文化局邀请台南出身的知名艺术家。透过全台湾巡回展的方式，互民众了解到台南的艺文实力。今年邀请3位出身红叶厝同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陈景芳、林志信、林荣德老师共同举办联展。20号上午伫文化中心正式来开幕。这一次特别邀请了同样在归仁红叶厝这个所在来大汉的3位非常杰出的艺术家，林荣德教授、陈景芳教授，还有林志信老师，在相同的泥土之下滋养出他们3位不同的艺术发展哦。那这一次的展览内容非常的特别，而且很精彩。那希望爱好艺文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这3位杰出艺术家，是台湾首次结合在一起展出的，所以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艺术盛会。伫陈景芳老师的作品当中，会使看到侪无同的元素结合做伙，这也是伊首创的新意象派。我这一次选了16张作品，都是我的新意象派。新意象派是我1969年建立的画派。我的画有5个特点，刚好跟抽象画走180度相反的路。第一个特点 quotation 引经据典，第2 appropriation 就是人类有的画派，我都要能够把它拿来应用，变成我的画派。第3 simulacrum 就是虚灵的，我的画都是虚灵的，但是好像你是可以去拍照，把它拍照过来。第4个特点就是时空合一，第5个就是一语载道。你所选用的，你总是要或者是展览，追求一个理想，或者是讲一个故事，所以我是一语载道。
其中林志信老师的作品拢是以着乡土为主题，就是希望互子孙会使了解到乡土的水。我是生与师、长与师，对这块土地有深厚的情感。我感恩这块大地滋养我的意识，甚至于我感恩这块土地的人民为这块土地来打拼。那么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我以回馈这块土地的心情，我来做一些乡土版画的作品。现在这个姨妈组做数位化，那是408纸。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就是芬芳宝岛。芬芳宝岛是记录1950年代的台湾，也可以到1950年代台湾的一个社会和民情生活的风貌。我感觉到这2件作品完全为这块土地而做的哈。希望这2个让以后台湾的子民、以后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把生活的面貌留给下一代的人去观赏。林荣德老师除了画图以外，同时也是一名音乐家。在伊的作品当中，除了有音乐的元素，也传达了伊的生命力。多元的艺术的观念呢，就是说我基于这个观念来创作安尼。所以我也进这钢琴，像这个3重奏啊，这些都是由我的脑筋出来的，而且这是我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且一个内在。我内在的迄个热情，所以我的图充满了灵性，我甲因2位较无像，因的技术较好，但是我感觉我会较有生命力。同时我是音乐家，我用迄个音乐的感觉来咧画图，所以我的色彩感特别好。即届的展览将会展出到4月12号，接下来会到台北、高雄等5个城市。伫洪爷厝500公尺的街仔路顶面，出现了3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文化局嘛邀请市民朋友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展览。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林德区新公里长郑清娥连来打造了4位的公园，现在嘛继续利用历来土地拍算营造出车站的意象。除了里长的道理，嘛有侪热心的里民共同响应。现在这个车站公园已经渐渐成型，预计4月中来完工。明明就有听到火车要来的声音，但是画面当中一直拢看无火车。其实这个所在并不是火车的滨高道，是现在林德区成功里正在打造的车站公园。催生出这个公园的重要推手，就是当地的里长郑清娥。因为里长看到这片土地原本无人使用，加上风台天的时阵会造成当地的不便，伫经过沟通过后，也成功利用这片土地，并规划出车站的意向。伫打造这片公园的过程当中，除了立委陈廷辉甲铁路局的支持以外，侪里民也拢共同参与，也互里长非常的感动。之所以当日是要做铁道公园，我就是想按月台，这个月台开始啊。这个月台的设计原底是只是讲当初是想讲做高雄的凉亭啊使用，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是一个小山坡。小山坡我整理开了后，这个做开迄个气味佮感觉足成的。像是个月台迄个感觉啊，所以我就想着讲，来拜托陈廷辉立委来甲我争取遮铁路局遮相关的物件，安尼是毋是可行？结果因为铁路局伫阮遮咧做地下化嘛，所以因为地方回馈的关系，伊也勉为其难答应完我讨遮个装备，有遮个主结构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来设计着以铁道来做主题啊。以铁道规个来铺陈遮规个公园的整个设施啊，就按这方面去找。触及到很多的那个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成功里的里民，很多都是来帮我们出钱出力，甚至拿便当来给我们吃啊，送饮料过来的因为我常常这边带着我们台南地检署的社会劳动力都在这边施工，很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里长也表示，虽然大部分的设施拢已经完成啊，但是还阁有一寡细节的部分需要处理。整个工园预计伫4月中来完成。目前阮即嘛还未做的，就是外口周围阁有白色的剑山，这白色的剑山，还阁加做一个围墙围开，迄整个气势就开。
我即马内底搁插伫个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电话。公共电话我挂伫个候车室遐的时阵，你伫遐就袂随咧卡公共电话，那个是老式的公共电话。现在中华电信正在找寻中。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阮的候车亭嘛，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就好像在等候公车，啊，里面就像在等火车。啊，我们还有验票，周围还有做栏杆，整个栏杆做起来就好像你要走过去，啊，有一个验票人员让你走过去月台那边搭火车，这整个一项。地上的部分，其他绝大多数都是草皮，绿色的草皮，安尼整个咱热人天气好的时阵，咱就会当踮遮做草地野餐，互囡仔大家来当来遮做草地野餐，这是足好的物件。阮4月11若会当如期完工的话，阮会伫遮剪彩，啊嘛欢迎大家会当来。李长也强调，这个公园非常适合翕相，未来伊也会先邀请专业的人员翕几组相片，互大家来参考。啊，若拍婚纱，我嘛有足侪景点，像伫铁枝路顶悬、伫月台顶悬，伫各个角度，以后我会伊甲公开，找专业的人来帮阮翕这个相片，提供互大家参考。看你伫倒翕相，会当取到你介意的迄个点，我来做一个样板，互大家参考。相信等待这个公园完工，也会成为打卡的热点。如果民众有经过宁德区成功里，并听到火车要来的声音，也会使到这个公园行行看看。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僵直性脊椎炎这款的病症。医生表示，虽然有人20岁就开始发病，会比5岁做先长痛，迄是运动伤害所引起。不过医生强调，这完全无同。呼吁民众只要有症头，就赶紧看医生，唔通拖到最后比翘骨的麻烦。根据疾病病风湿免疫科医生陈昭宇表示，僵直性脊椎炎是慢性自体发炎的疾病，上主要症头就是下骹这偏痛，上常发生就是透早要起床的时，记录引导一位60岁患者落线，其实30多岁就已经有症头。拖了要30天，已经严重翘骨，才来看医生。所以提醒民众，一旦有相关关节痛痛超过3个月，得赶紧就医诊断。僵直性脊椎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它会有一个发炎性的一个下背痛病人大部分其实都是在40岁以前其实就有发病的状况。然后背痛的话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缓慢的发生的一个过程然后病人不会一下子就觉得说他很痛，一般来讲就是说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然后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演变成痛的状况。这个疼痛的情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可能会在半夜然后尤其是睡觉睡到一半在下半夜的时候开始痛起来，然后通常一般来讲会伴随一个早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下背的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僵硬没办法活动的一个状况他痛的位置通常是在下背的地方，可是病人会觉得说它的位置不是到非常的明确没办法用一只手指头比出来，然后大概就是在下背一直到臀部的地方，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两侧臀部它的痛会跑来跑去，会有一个交替性的一个疼痛的状况这样子。医生进一步表示，僵直性脊椎炎依照伫台湾的盛行率算起来，大约有4万人有这款疾病，其中艺人周杰伦就是。加上该疾病对发病到诊断确定，平均是5天到8天，连医生嘛拢会疏忽。所以医生强调，民众相关的症头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失去用药物来当早期治疗的效果。电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有点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3月20号的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